大唐要伫咧屏东设置绿林的市场，原底今年底就要完工。不过，即马就有包商出来指控通报大同集成对7月到今欠因8千万的工程款，还下包根本就无法度发薪水给工人，所以今仔日嘛带规定工人去罢工抗议。大同停止！大同停止！工人伫工地边仔扭白布条啊，希望大同主持公道。因为新南大同屏东绿林养殖场二期大响1+2案场，下晡结交工程的包商，对7月开始互通包商大同的关系企业大同集成欠大约8000万的工程款，连工人的薪水拢发不出来。糊弄就是说啊，那个工程款这2天会跟你汇下去的，就这样一直骗，从7月份骗到现在，每一次他就骗完以后，他就再拜托你说啊，你继续做了，不会跟你积欠工程款。拢袂成，我唔知今仔唔知造成这种问题嘛，唔是我面对我一个尔，我面对遐侪人。现在搁囥伫案场内底赶工高峰的时阵，工地有100几个工人，即马到工期尾，平均搁有40-50个工人。看到工程已经完成92%，大同集成几摆答应付款，煞搁反悔，互包商甲工人气甲决定无爱做啊。要不到，绝对不会罢休啦。第一个是400多万，第二个是1300多万，还有解约后3680万连续没本票的东西，他说要纠缠。包商表示，其他案场包商嘛传出同款问题提告，大同公司目前还未回应。但原定今年底完工的大同绿林养殖场2期工程，去年底到今年初受大同经营权变更、成本甲欠工等问题影响，一直延后。即马佫传出欠工程款，完工期恐惊佫有变数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准屏东报道。